Yo，大家好，歡迎再次收睇導遊哥哥頻道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消息，余文樂離婚啦。係啊，曾經嗰個志明與春嬌年代，成班男仔爭住學佢買衫，學佢記台型，學佢講嘢嗰個余文樂，最後連婚姻都敵唔過時間。不過今次我反而笑唔出，因為佢同黃唐雲兩份聲明冇互相騷臭對方，冇爆料，冇暗串。冇律師信，甚至冇一句錯在你，一句尊重彼此的人生選擇，一句往後我們永遠是家人，再加埋黃唐雲嗰句，呢唔係一件悲傷嘅事，因為我哋會更好。睇到呢度，我反而覺得有少少心酸。原來成年人嘅離婚最痛唔係鬧交，係仲愛惜對方，但係知道在一齊都未必幸福。以前細個睇童話故事，以為王子公主結婚之後故事就完，大個先知道原來結婚先係故事開始。婚禮一日，婚姻可能係幾十年。婚禮有攝影師，婚姻冇 NG。大家仲記得2017年余文樂突然宣布結婚，當時震驚全亞洲，因為之前大家仲停留喺我們相愛吧嘅宇宙夫婦余文樂同周冬雨。嗰陣好多 CP 粉真係信到十足十，背佢幫佢綁鞋帶，聽歌喊。前排周冬雨仲講反，當年全程走心，完全冇劇本，但係人生偏偏就係咁，真人 show 可以走心，現實未必可以同行。節目完咗幾個月，余文樂就公開戀情，再娶黃唐雲，好多粉絲當年話意難平。但其實人生最大嘅意難平，唔係冇一齊，而係一齊咗，最後都分開。更加令人感觸嘅係，其實近幾年外界一直聞到有啲味。2023年最後一日，余文樂突然清空 Instagram，一句 reset and restart，全網即刻化身福爾摩斯。有人話離婚，有人話分辨，有人話重新做人。余文樂就話強迫症發作，想統一濾鏡。當時大家半信半疑，而家再望返，原來有時 reset 唔一定係 IG，可能係人生。之後又有聚會大合照，以前兩公婆糖黐豆，後尾企到隔行隔離。以前 IG 日日放閃，後尾連老婆影都冇。網民最叻就係當事人未認，留言區已經宣布離婚300次。結果今次真係成真。再講返2021年，余文樂被影到夜店，身邊好多女仔，又咬耳仔，又搭膊頭，又熱舞。當時全網已經準備開庭，估唔到最冷靜嗰個，竟然係黃唐雲。佢一句 party 講嘢，唔通傳短信咩？一句説話幫老公擋晒所有子彈。有人話一個女人願意公開保護你，其實已經唔係因為贏，而係因為珍惜。可惜婚姻唔係捱過一次風波就代表可以捱一世。好多人一見明星離婚就第一時間問係咪有人出軌，係咪第三者，到底邊個錯？但係有時真相可能冇大家想象咁戲劇化，可能真係好似黃唐雲講，婚姻教識大家好多，大家仍然關心彼此，只係唔再適合做夫妻。成年人最成熟嘅分開，唔係互相憎恨，係互相祝福。有人話最令人鼻酸嘅係黃唐雲以前520講嗰句，只希望可以同你談戀愛到老。嗰陣時相信佢真係咁諗，余文樂相信都真係咁希望，因為冇人結婚嗰日會預備離婚，大家都係帶住一生一世嘅期待。只係人生有時努力唔一定有結果，相愛都未必可以相守。而最值得尊重嘅係，今次兩個人都冇消費對方，冇直播爆料，冇互相暗串，冇利用小朋友做武器。兩個人都只係不停強調一件事：我哋永遠都係一家人。呢句説話比起一句我愛你更加沉重，因為愛情可以結束，責任唔可以。夫妻身份可以冇，爸爸媽媽身份一世都喺度。所以今日呢單新聞，與其笑余文樂，
不如提醒自己，人生冇任何一段關係係永遠理所當然。拍拖要經營，婚姻更加要經營。社交平台可以日日放閃，但真正撐起一個家庭，從來唔係 filter，係包容，係溝通，係一次又一次選擇留低。如果有一日真係走唔落去，至少都希望可以似余文樂同黃騰雲咁，唔需要互相傷害，唔需要互相踐踏，體面開始，體面結束。最後送一句説話俾大家：愛情最難嘅，從來唔係遇見一個人，而係遇見之後，仲願意陪對方一路成長。如果最後真係同行唔到，至少都可以微笑講一句：多謝你陪我行過人生其中一段路。呢一句可能先係成年人最深情亦最心痛嘅告白。